大家好，我係 King 師傅。呢一條短片咧就會講咧1968年出世嘅朋友，記得1968年2月4號去到1969年嘅2月3號出世嘅朋友咧，就係戊申年出世嘅。咁啊，自己查下，如果你真係咁啱2月3或者2月4出世咧，就睇下 check 翻當年係入咗立春未啊？你出世嘅時間。好，咁啊，1968年出世嘅朋友咧，今年咧個自身運程咧會有少少唔知方向啊，失重心啊，欠方向啊，唔知點算好嘅情況出現嘅。咁啊，即係空忙咗啊，可能會冇乜重心，冇乜方向。人生裏邊梗有嘅，咁都唔係年輕啦，咁大概都經歷過呢一啲咁嘅小迷茫，都係繼續行冇大問題嘅。今年咧會比較多波動啊，走嚟走去嘅情況有自己有好多嘢諗唔通啊，會塞住咗喺個腦度。我可能會繼續有啲咩可能諗唔通嘅嘢，會令到你會增加你嘅煩惱。咁咧自己梳理一下佢啦嚇。另外呢，有個天鳳係流財星嚟嘅，OK，而且咧就有機會咧就有被騙徒唔見錢啊！希望冇呢件事發生啊！我見到就自己錯過大流財星另外咧出邊咧就有粒騙徒星嚟克住你咁啊，自己小心一下錢銀嘅情況啦，都係同上一條片一樣啊！有機會係投資失利唔見錢咧，或者係被騙徒小心啲啦嚇。好咁跟住咧就喺外間有好多好唔正面嘅好負面嘅能量咧俾你嘅今年，所以今年你會有冇乜方向嘅事情嘅呢件事發生，盡量集咗一啲外間俾你嘅負能量咯，自己選擇唔接收咯。好啦，另外咧今年文書不利啊，咁小心啲文件上面嘅嘢啦嚇。如果你真係做生意嘅時候，啲文件所有嘢咧要好小心處理咗佢，會為你帶來麻煩好啦，咁都好，起碼就唔係咩大血光啊。如果錢銀上面撳實個荷包咧，就問題不大。好啦，咁工作上邊咧就今年工作上算順利嘅，幾好唔錯，還可以嘅，順利冇乜大問題。同上司嘅關係都幾好啊！佢唔會搞你，即係少接觸。佢點樣接觸啊？老細同下屬唔接觸係因為你啲嘢搞掂咗嘛，佢咪唔使煩你咯，亦都唔使睇你啲嘢噶嘛，幾好噶，唔錯啊嚇！工作順利，錢銀上邊咧都冇大問題。財帛宮本身係冇問題嘅，OK，咁即係你同財嘅關係幾好啊，但係自身上面就有機會唔見錢啦，小心啲。去到感情上面咧，感情嗰方面咧，今年咧同伴侶比較多拗撬咯。如果你本身同伴侶嘅關係幾好喎，唔錯，不嬲都 OK 嘅喎，咁咧可能會有多咗拗撬啦。咁但係如果本身嘅關係都係一般般㗎啦，今年咧要特別小心處理同伴侶之間嘅感情問題有機會鬧大交，甚至更嚴重咁跟住去到健康上面咧，健康方面咧其實就冇乜大問題，可以放心OK 嘅。咁兩件事提大家，再提多次啦，錢銀要撳實佢如果遇到唔開心嘅事情咁唔好屈埋揾朋友傾下偈 OK。好啦，咁呢個短片其實好短啦正常咧一個流年嘅會面咧，通常係大概30至45分鐘視乎佢多唔多嘢問傾偈咁樣啦。咁咧，所以咧呢個係非常簡短嘅一個流年送俾大家，因為一次過咧我要拍30條，咁所以咧就會比較簡短少少，簡潔啲。咁好啦，1968年出世嘅朋友咧，大家可以點讚關注同埋俾個 like 我啦。如果想知道今年專為你而設嘅奇門遁甲布陣點樣布咧我可以幫你趨吉避凶嘅，咁你就喺評論區嗰度咧講我想知點布陣，咁我就會揀啲有緣嘅朋友咧話俾佢知點樣布。今日祝大家2026丙午年咧身體健康新年進步，事事順利。